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你经过电视边咧甲我鼓励，我拢谨记在心，我真感谢。总是踮遮咧讲解文说义，毋是我熬，是恁熬。所有讲台湾话才会爸啊姆啊，哇，恁讲甲会斗句，讲甲将真侪俗语、将真侪艺术的台湾话拢保存落来，是恁熬。啊，讲到熬，我感觉讲。伫咧路边广告产品遮个时代，哇，因的台湾话特别高。我常常咧讲呢，咱去到夜市啊吼，咱是为着要食一碗蚵仔煎，为着要食一碗卤肉饭，结果咱啉钱去共买人路边咧广告的产品。你看伊外口讲，啊，讲到即个宣传广告，淡路边走江湖，这毋是批评的话哦，这事实咧讲，就是讲因有迄个业，才有才调出来车拼。你讲哦，叫高种去我都毋敢，因为我若讲了含慢哦，3-2分钟人就线电啊呢。结果人伊毋是，因有才调少人甲叫甲大电来，因拢讲斗句的俗语呢。头一句我捌听人讲先来先看。慢来看一半，当然尾下佫有人对讲，我若线电后尾来，你就无得看。啊，当然咯，愈叫人愈侪，有迄交讲的讲吼，你有椅仔甲举来坐，有梯椅甲举来摕，啊，古正听甲起爱笑。我想讲，啊无梯椅也无椅仔，大家拢为咧看，拢徛掉咧。原来就是为着要讲斗句。即摆伊就讲啊，讲人数济，民主关系，我今日要甲出好节目。毋是叫轰动东南亚的露小姐出来演唱，心事啥人知？啊，若无就是吞荆放假，起手落叉，拍拳头袂高腰，拢总做迄个上精彩的节目互你看。毋过毋是为着要做节目呢，为着讲后壁要广告淡薄仔产品，因为冇迄个俗语讲呢，讲做有就食免，做无就免食。那做有吼，永暗食迄个免鱼。介高贵，啊！若做无就免食，毋则讲产品摕出来花，本来2000啊，花1500，花1200，花1000，今日1000就甲包过，因为吼讲斗句的话，讲欠钱所致，毋是卖俗惯势。我毋是惯势卖俗，毋是呢，实在是欠钱所致，永远一定爱趁就对啊啦。啊，当然后壁佫一句啦，讲吼，毋是干那我欠钱所致，你若买俗货，嘛较赢做工课，对你嘛真好呢。啊，我常常咧听人走江湖才时代讲，昨买着2000的卖错，今日1000就包过。结果干那国政啊，逐工咧听啦，我拢听甲起爱笑，因为吼，毋是讲闹气哦，10工内底有8-9工，你拢卖1000尔，一半摆卖2000个尔啦吼。啊，当然，伊讲即个俗语斗句，你听了就有印象，斗句听落去，你就感觉台语加真趣味，你甲想看有影无？